来关心国际新闻，台湾要全面开放福岛的食品，那日本是要甲核电停放。尼基亚克肯的县府已经同意要甲当地全世界上大核电厂停放，互议会来表决。那假是通过，这也是3.1亿核电以来，东亚电力公司头一座恢复运转的核电厂。日本时社关知事华嘉世英伫伊记者会宣布，伊会批准中溪当地世界上大核电厂，北基怪府核电厂的两座反应炉，佮请求当地议会伫12月7日决定监视认可这项决策，当作是对伊家己的信任投票以示负责。私としてはこの判断を行ったこと、そしてこの判断に沿って今後知事の職務を続けることについて県議会から信任または不信任の判断を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北基怪物核电厂花过新社北基市甲怪物村有7座发电机组，1985年9月上传了后，才做全球上大核电厂。3亿亿大地动了后，北基怪物核电厂应用中央政府政策全面停止运转。新社关议会过半席次由执政党自民党掌握，有了会支持华家的中溪决定。华家用在强调，中溪核电厂对地方社区来讲是真严肃佮沉重的议题。这项中溪计划经过7年的评估，希望议会会当慎重处理，搁指出居民的烦恼、安全措施甲紧急应变，永远是关键的课題。これまでの国や東京電力の安全対策、あるいは防災対策に関する取り組みが県民に十分認知されてない状況が判明したということ、そして、こうした対策について認知度が高くなるほど再稼働に肯定的な意見が増える傾向というものを把握できたということ。华家也指出，北基怪物核电厂的6号甲7号机组已经通过日本核能主管机关原子能管制委员会检查，也加装15个照管、海中防护墙等安全措施，这是中溪运转的先决条件。福岛第一核电厂2011年因为大地震引起的海中造成炉心运毁了后，日本全面停用核能。落尾已经有14座核反应炉实施严格安全标准了后恢复运转。日本是全球第5大利用化碳排放国排伫中国、美国、印度甲俄国之后，政府希望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外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支持中溪更较侪核电厂，以强化能源安全，佮降低进口能源成本，也佮犹原受到反核真侪反对。那北基怪物核电厂顺利伫明年3月运转，会是2011年当日本大地震以来，东亚电力公司旗下头一座恢复运转的核电厂。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